一个答案，肮脏。哦，这真的是误导人的，这是走开啦！哎，你是不是很幼稚？欢迎来到我们的客语半三首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主题是跟清洁用语有关系。3位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爱收纳的诱人。我是外表非常狂野，但是我内心非常干净的娜娜大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干净，但是柜子里面非常乱的丹尼表姐。那就是乱，那就是乱，爱干净，丹尼表姐欢迎。語別節，答題節目組會本下可以同下家私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絕地款，順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先鬆腦。第一題的課文字哦，这有简单吗？这是某个人的名字吗？哎，这个名字真的对啊你是暖身嘛？对啊，或是你去年营收的净利是多少？比较工整，就是真的安排好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他的确看字，我们好像大概就理解他是这种感觉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提示物品。肥皂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是提示已经是答案了。它是提示，提示对。答案是，应该说是诱人是最正确的答案，但是其实你们一开始写对了。我刚刚考试就是这样，千万不要改答案。净利就是形容干净、整洁、利落的意思。强力，强力好，那我们进第2题哦。汤嘴，我觉得我知道了，就是喷洒，因为我们常会喷东西，那个去喷泡沫喷雾啊，喷哦，对，喷那个清洁剂啊对对对。感觉用汤去经过嘴巴。我刚才在对想，那你为什么写拖地？因为我想你要写漱口，我再写个漱口，这个节目也太无聊了吧。漱口就是漱口。好，那要改答案吗？改一下啦。好啦，恭喜大家！而且我还写错字。听说啊，就是贵族他们在漱口的时候会用茶汤，所以茶汤就是拿来漱口的意思。桶栽，桶栽，接着来第3题。这个字光中文就不太会念。我猜是阿糟，被你那形容就会觉得不爽，好，请哎，翻版。你的很好哎，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，我是写好乱。对，你们俩是一样一。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提示物品。突然有孕育大地、孕育生命的那功能，我不好意思说它糟哎，对呀。好我，真的不知道。好黏，没有，因为我想说，它感觉是湿泥土啊，就很像那种踩到那种很就是会粘在你脚上的东西啊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啊，应该是你很黏吧？公布答案是你们第一个答案，肮脏。哦，这真的是误导人的，这是走开啦！哎，你是不是很幼稚？总之就是你看到一个很脏的泥沙，你就可以说它很偶轴。4线枪是偶轴。哦，走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。乌叔叔，我是想要台语很像欧妈妈之类的，乌妈妈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哎。然后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提示。我不看。哎，是手电筒哎，手筒，乌叔叔。黑亮亮好了，对就是亮晶晶啦，啊就是亮晶晶啦，可是你是黑亮亮，呀，你要我黑这个字，你长得骗人哎。亮亮亮亮，纯粹亮亮，纯粹亮。公布答案。耶，真的是黑。乌叔叔呢，就是非常漆黑的样子，但是它能够用来形容在颜色非常漆黑，它也可以形容，比如说很脏到很漆黑的那种感觉。无手手。吴嫂嫂，好，接下来这题我觉得有一点难，挂饰，它是一个行为，行一个行为举动。贴春联。对啊，我也在想除旧布一新的概念年只有一次。因为我觉得贴春联跟打扫干净没有直接关联。大家的答案不太接近，这个提示大家可以好好想一下。哎，可是跟打扫什么关系？会不会挂香之类的，也有挂这个字？那我公布答案喽。
哦，客家人的扫墓有一个特别的是黄色长方形的纸，那个叫蒙古纸、黄骨纸，然后我们就会压在墓上面，然后或者是挂起来，所以叫挂纸，就是扫墓的意思。哇，超难，有难，真的有难，他的提示其实都是对的。对，其实没有，他就拿一个本木来就好了。请问要拿谁的？瓜字，瓜字。行業班上所，歡迎來到牙嘅Barbie Bus，入譬如 coffee、有 tea 係有咪，講完講行語，大家有感覺，我根本嘢做到當冷線喎，係咪看起來當舒爽啊？唔相信的話，鏡頭啲那位，你可以再畫減落一些咧，冇畫，我自己來畫。有看到嘛？見咩花種，係咩當？槍哩，咪一下嚟教大家，槍哩做係唱眼用嘅，出去摸杯打扮到吼當槍哩，安尼條架怎麼介意？安尼啲嘢吼，槍哩啊，鏡頭，下推後一些咧，大家吼當槍哦，有時都酸條嘅，感覺好在哦，有些粗粗，我嚟痛咗一下。同在呢一隻漢語同詞做得用名詞，咩做得用通詞。故說我家下同在時節哈，用水洗槍哩就係通詞。同在，我三號來咧，我教大家，還有另外一種都無所所，無所所啊，佢嘅什麼係無色嘅。以前我啲鄉下有聽到嘛，佢阿妹我就講，啊，有隻新人嚟啊，攏嚟出去搞到規身呢，奶罐罐呢，無所所啊，看阿妹轉來又蠻對付佢哦，吼，還有呢，一隻形容係講吼，乜嘢冇禮貌呢？我啲主持呢，佢天賦關係咧，啊無所所，哪有蠻主持啦？開哦！安尼韓講哦，做得繼續主持嘅吼，安尼唔係無所所咧，無所所。三號嚟教大家，惡咗，惡咗其實看起來咩無所所呢？惡咗嘅惡係排嘅意思，咗咧係做酒存嘅泡，看起來吼，惡咗係糊啊無槍哩，呢一種冇嘢，吼都惡咗。大家有看到冇？係嘅芭比嘅健康，係咩唔係惡咗？你看，很強烈哦，惡咗。因哋哦，生活習慣哦較好啲嘅，讓自家健康變到當強烈，做唔得惡咗。還有哦，老祖先帶嘅地方沒有愛強烈，做唔得惡咗哦。客家人啊！一年一度有當重要嘅風俗，揾到乜嘅？瓜子，冇錯，瓜子用蠻來呢，就係黃骨子嘅風水旁邊有當到樹嘅，乜用嘅？用嘅黃骨子刮起來，揾到瓜子。以前啊，有隻條架，佢曾經當好笑，佢聽過嘢，我去瓜子嘅廣告上面寫。K 瓜子嘅瓜子，嘅人講看到，樣看唔順哦，嘿，條架聽講又可以 K 瓜子係冇？唔係，係是哦，寫錯，係瓜子，按樣講錯，係咪當好笑？瓜子，阿哥。那如果他說因為 dirty， 因為英文不是有個字是 dirty talk 嘛，所以如果萬客家人就是要 ，baby 可以跟我歐洲說嗎？歐洲話，你可以跟我說歐洲話。我先問有沒有那個含義？有嗎？因為表面上的對，如果用歐洲，可能不會講到就是比較調情的這個，比較沒有那種成人的那種意味，比較不是房間裡面的事情，它就純粹純歐洲。對。